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3。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29章第1节到14节，马可福音第5章第1节到2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前途。伫今仔日的耶利米书，搁一摆讲到遮有一寡人，虽然因无跟对上帝，但是因犹原有即种占卜，还是讲预言的能力。但是遮个人所咧讲的话是违背上帝的，因的作为亲像是咱咧讲撒旦共款。因为圣经甲咱讲撒旦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也亲像耶稣基督捌称彼得做撒旦，伊讲撒旦退我后壁去经文第8节、第9节安尼讲，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警告恁，毋通被恁中间遐个先知或者是自吹的占卜未来的人欺骗，也毋通相信因的梦，因冒我的名欺骗恁。我并无找歹因，我上主安尼宣布。根据耶利米书29章的背景，先知是写互即个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即个祭司啊、先知啊、是遮民众啊，是以及所有的长老。上帝爱以色列人尽可能的生育，这好若亲像带咱倒转来伫埃及出来及记中间，遮个伫埃及受奴的以色列人，因生团济济，因不但生团济济，阁真勇健、真勇壮，因此埃及的法老王就惊吓。我相信上帝伫即个受掠巴比伦到巴比伦遮以色列人的心意也是安尼，但是遐的所谓的先知却反对安尼咱咧讲唱衰啦甲上帝唱反调安尼所以咱昨有讲到有结婚或者是无结婚的代志咱知影就是讲有结婚也无甲咱甲上帝的关系，其实无有直接的关系啦今仔日的经文看到上帝鼓励以色列人着爱生较济生育因为生育对自即个context 来看，迄个现状来看，生育是上帝为着即阵受掠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所带来的祝福甲计划啦生育进前咱需要啥？照咱传统的价值，当然是爱有结婚嘛，爱有结婚的关系嘛所以伫圣经中间鼓励结婚，伫即个所在是真明确的今仔日的耶利米书的经文来看，其实上帝鼓励结婚，敢毋是安尼这甲咱昨分享的主题其实有真共通的思考，就是讲有结婚无结婚，甲上帝的关系无直接的关系。生育其实嘛毋是，就是讲咱需要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毋是对家己的意思去思考。重点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还是讲咱有听见上帝的旨意无？耶利米书29章第9节，咱拄则读过，伊讲因冒我的名欺骗恁，我并无找歹因这就真清楚也就是讲，伫迄个时阵，生育是上帝的意思生育基本上嘛毋是直接的上重要，也是讲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有听见上帝的旨意无？经文讲因冒我的名，所以因伫讲的毋是上帝的旨意，是
因家己的意思，因家己的想法啦，吼。所以咱讲这叫做假消息啦，吼。伫现代来讲啊，吼。那安尼诶，教导甲咱讲，生育并毋是受了以色列人诶光明诶前途。虽然正着即个方法，吼，但是这是上帝诶旨意，这是因诶光明诶未来啦，吼。亲像马可福音第5章，伫咱前几工诶分享诶中间，伫讲着一群被贵妇心诶人，今仔日诶经文嘛讲着吼，迄个其实猪嘛毋是问题啦，写信嘛毋是真正迄个诶问题啦，吼，真正诶愿望，吼，真正诶愿望，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迄个城神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就安尼赶紧降服啊吼。当耶稣基督命令遐城神出来的时阵，就是迄个被附身的人，伊有开始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福音书安尼讲着，讲耶稣佮对众人讲：我是世界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内底行，要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安尼甲咱讲啊吼，咱需要基督的引带，咱需要上帝的旨意，会通互咱来脱离迄个黑暗的境况，来归入伫迄个光明，吼。对于现代的咱来讲，黑暗就是代表着咱所面对即个全世界所面对即个武汉的肺炎疫情的困迫，咱全世界拢受了啦吼。咱所需要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医治，互咱来脱离凶恶。进入一个真光明的前途啦吼。所以咱所无爱滴的是啥？咱无需要是啥？遐假新闻啦，乌白带咱行啦吼。咱讲圣经讲的讲假冒我的旨意，也是讲用现代讲假做迄个防疫中心的宣传的吼。所以基督徒爱真知听见迄个正确的声，互咱明白上帝的旨意，会通互咱早日来脱离这个疫情的困迫。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2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第29章第1到第14节，马可福音第5章1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的前途。耶利米书又再一次的提到，有一些人他根本不是跟随上帝的，可是他们也有占卜的能力，或是说预言的能力，但是这些人说的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是说自己的意思，他们的作为就如同撒旦一样，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他也曾经称彼得说撒旦，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今天的经文第8节、第9节这样讲到，他说：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警告你们，不要被你们当中那些先知或自吹会占卜未来的人欺骗，也不要相信他们的梦，他们冒我的名欺骗你们，我并没有差派他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这是根据耶利米书29章的记载。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29章的背景，
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的祭司啊、先知啊、民众啊，以及这些长老们。上帝要这些以色列人民尽可能的生育，正如同这好像带我们回到那个出埃及记的记载，在第1章、第2章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被这个奴隶了哈，然后呢，他们生育众多，然后这个孩子都很强壮，所以法老王就害怕了。这是上帝的给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对这些人来说，这正是一个相当类似的环境背景。上帝也要透过这个生育，让以色列人再度的强壮，有个光明的前途。那昨天我们谈到了结婚的事情哈，结婚或是不结婚来服侍上帝，其实重点不是在结婚跟不结婚，而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结婚与否跟我们服侍上帝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关系了哈。那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跟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呢，谈到要多多的生育，因为呢这个生育在这个时候是上帝为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所带来的盼望与赐福。生育其实只是一个管道上帝的旨意才是我们的盼望。 OK， 记得婚姻只是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生育也只是上帝的一个管道，但是上帝的旨意才是真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色列人的盼望。 OK， 那我们再回到生育的问题那生育之前，在传统的道德观里面，当然是要先结婚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是鼓励结婚鼓励生育成为他民族的将来的盼望。就今天的耶利米书的经文来看，这个很明显的结婚生育所以这个跟我们昨天所分享的主题是一样的，是你要不要听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话。所以需要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来思考。就像经文说的他们假借上帝的名义这样子。所以重点在于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是否有听上帝的旨意，听上帝的话。我们刚刚读过的耶利米书29章第9节，很明白的告诉我，他们冒我的名欺骗你们，我并没有差派他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这样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生育不是真正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而是否听上帝的旨意才是真正的问题关键。那些假冒上帝旨意的人，只不过是在带风向，使人离开上帝的道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个叫做假新闻那这样子的教导告诉我们，生育不是被掳以色列人的光明前途，是上帝的旨意。如同马可福音，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经文他说第5章，他说前几天我们也分享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被鬼附身那个群一样，猪不是问题，赶出的邪灵也不是真正那个被鬼附身的人的希望所在。真正他的希望，他的光明在哪里？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当耶稣基督命令邪灵出来的时候，才就是那个被附身的人的光明前途的开始，是他的希望他的希望。福音书提到的，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他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需要基督的指引，我们需要听到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境况，归入光明。对现代的你我而言，我们的黑暗代表的是全世界正被中共的武汉肺炎所捆绑，全世界被掳了。我们需要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医治，使我们脱离凶恶，进入一个光明的前途当中。我们要唾弃那种假借上帝的旨意，那一些假新闻，那一些带风向的人，这些言论。我们要回归到上帝的真正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愿意听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早日脱离疫情的捆绑。